乡亲啊，继续来看美国这个真出名的歌手卡蒂 B， 伫这个洛杉矶接到台湾的婚姻认定甲这个乌衣豆花俄罗甲特质，随着发布着影片来分享，嘛互台湾的美食搁徛起哩国际舞台。 行性感路线，美国念歌天后卡蒂 B， 若是美国故事牌流行歌曲榜的上胜军 ，IG 追踪的人数更加有12000万人次。23卡蒂 B 发出的上新的动态，出现台湾美心。From UCLA, got really good milk tea, bubble tea. 啉到来自台湾的珍珠奶茶，或者卡蒂 B 真赞叹，讲真正是好滋味。伊介意也有一碗台湾四季拢有的蓝乌圆的豆花。You know, this why them Asian, these why these Asian muff, they live long. Asian muff be living long. That's why they be reaching like 114 years old because they don't really do too much. They don't really use a lot of sugar. Like this is really good. You will love it. 卡蒂 B 真介意台湾物件，伫去年就捌分享过，其实亚洲超市的战利品拢是台湾人上熟悉的四手啊。So excited to try this one. 来自台湾的乌汤酸果嘛是卡蒂 B 最爱之一，桌顶有各种口味，为原味草毋甲巧克力的拢有，连英国歌手英国嘛伫社群网站分享过，用英文写真满意的评论，引起国外网友热烈的讨论，嘛成功替台湾的美食做外交。嗨，我是映彤，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站起来！